再来看清华大学材料系特聘教授周德辉方表讲哦，伫清明年假的时，带28学生去中国天津过日4暝，敢若收学生机票费用，其他拢是交代。外界质疑讲，这是中国统战团。也毋过，教授是强调讲，单纯是学术交流。陆委会嘛呼吁讲，学校在推动两岸学术交流，尽量着爱减少政治化，愈单纯愈好。中国配偶网称宣传武力统一台湾引起风波了后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甲王美惠伫即个会期提案，中国配偶若要申请咱国的身份证，都要放弃中国的国籍。我们也会跟立委们来做沟通，好，那等到我们看到提案，好，如果有审查的话。政府也会提供我们的一些看法。中国一直想要渗透台湾，清大材料系特聘教授周德辉就去互逼出来讲，伫清明年假的期间，伊带28学生去中国的天津，而且4暝5日的行程，干那收机票的钱，剩来食的较大的全部拢免。去用质疑讲是中国的统战团，形成食宿全包的经费来源为何？如果这样的经费来源来自于中国的金流，那这毫无疑问的是统战。清华大学应该要来彻查此事。针对这点，清大回应讲，两岸交流的活动拢以政府相关的规定来办理。因那周德辉强调讲，这个去单纯是学术的交流，跟统战无关系。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学术交流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活动可能会涉及统战，所以我本身是非常反对这样子的作为。附录交流呢，也应该秉持着对等尊严，健康有序的原则，减少这个政治化，尽量把它单纯化。除了符合我方的这些两岸的规范之外，也要注意这个社会观感跟整个国际视听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呼吁，学校推动两岸学术交流的时阵，都要提悬警觉。事先去中国交流，嘛应该爱去教育部的平台来登记，确保安全，降低风险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